中意食手作甜品，例如糯米糍嘅你哋咧，一定要睇埋落去。而我嘅觀眾，你哋有福啦，只要 follow 甜入心嘅 IG 咧，就可以獲得橙朱古力一片。你哋係第一批人知道嘅，多謝 Daisy。留言想知，我就會將活動資訊同埋地址 send 俾你。Daisy 係以前唐朝嘅創辦人，退休之後咧，而家再開返一間每日全人手製作嘅多國化甜品。我星期二去，人流都好多。首先推薦大家試佢哋成隻手掌咁大嘅芒果糯米糍，佢哋獨家研發嘅糯米皮好煙韌，真正做到皮薄餡靚，一啖咬落去爆晒汁。美中不足咧係芒果而家唔係當造，所以唔夠甜。巴蘭千層糕又係必試，佢哋選用純正嘅巴蘭葉同埋椰汁製作，軟軟綿綿得嚟咧，又帶啲彈潤啦，好煙韌同埋口感一流。櫻花大福好有驚喜，佢哋採用100% 日本食材製作，個餡咧係用黑片糖去溝嘅紅豆蓉，外面包裹住五角糯米同埋鹽漬櫻花葉。呢個係我最想試嘅橙朱古力，每一片嘅橙咧喺烘烤之前咧都注入咗新鮮嘅雲呢拿，再手工浸喺85%嘅優質瑞士黑朱古力入面。橙同朱古力真係勁夾，而芒果卷使用100% 純芒果汁烘乾製成嘅，連糖都冇加，煙煙韌韌又甜甜酸酸咁。最後仲試咗藍棗椰汁千層糕同開心果糯米糍。開心果糯米糍咧同樣係皮薄餡靚啦，爆晒餡但又唔會太甜。記得留言想知，我將橙朱古力嘅活動資訊同埋地址 send 俾你。